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。许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的在逃避，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。今天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向你表达我的爱。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？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？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？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。